们主内的弟兄姐妹以及在线上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晚上周三祷告会，我们要一起在这边来遇见神。大家请起立，我们要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的神是蛮有能力、蛮有平安跟盼望的神。阿们吗？我们一起拍掌来赞美我们的神。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主在我里面活着。我宣告在我里面你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我们要一起开口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是蛮有能力、蛮有盼望的神。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主在我里面活着。我宣告在我里面你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主在我里面，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还得胜有余。有主在我里面，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还得胜有余。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再一次来宣告，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耶稣在我里面，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耶稣在我里面，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哈利路亚！我们要将一切荣耀都归给我们神，一起拍掌，用我们的心，用我们的口，一起来赞美、颂赞我们的神。感谢赞美主，主让我们迦南教会在桃园市这个地方，就是要让世人看见神，让世界看见希望。主的教会何等宝贵，主的教会何等荣美，主用宝血洗净我们，出黑暗进入光明。我们在此敬拜祷告，云彩围绕，灵火焚烧，燃起热情，顺服呼召，站在破口同
主，我们看见你，就看见了希望。主的教会何等宝贵，主的教会何等荣美，主用宝血洗净我们，出黑暗进入光明。我们再次敬拜祷告，云彩围绕，灵火焚烧，燃起热情，宣布呼召，站在坡头同心祷告，主求怜悯这时代，黑暗笼罩的时代，光照我们，谦卑悔改，为我们造清洁的心，我们同心呼求你，复兴你的教会，你的子民，让这世界看见我们，就看见希望，黑暗中看见盼望。主求怜悯这世代，主求怜悯这时代，黑暗笼罩的时代，光照我们，谦卑悔改，为我们造清洁的心，我们同心呼求你，复兴你的教会，你的子民，让这世界看见我们，就看见希望，黑暗中看见盼望，看见我们，就看见希望，黑暗中看见盼望，看见我们，看见我们，就看见希望，黑暗中看见盼望。我们要开口来跟主说：主，是的，看见我们，让我们也看见主给我们的希望，好不好？为了我们的教会，为我们自己，为我们在这里可以继续敬拜服侍神，我们向主说：主啊，我们就在这里，我们求圣灵更多浇灌，充满在我们当中。我们开口来祷告，来预备，来，哈利路亚！主，我们谢谢你，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这时候圣灵充满我们，浇灌我们，让我们的心全然敞开在你里面。主神啊，谢谢你，主神爱我们，借着十字架耶稣基督的爱，充充足足的浇灌，让我们更懂得去分析、去分享。主，谢谢你，今天晚上是得荣耀的时刻，是把荣耀颂赞归给你的时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里的祷告会充满更大的能力，也让我们祷告会更有圣灵的灵气在这里，让我们的祷告明白神悦纳我们的祷告。谢谢你，我们的祷告，哈利路亚，谢谢你，哈利路亚，感谢你。
因为他配得一切的尊荣，配得一切的荣耀。哈利路亚！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要坐下以前，跟隔壁说：你的敬拜神悦纳。来，你的敬拜神悦纳。阿门，阿门。请坐下。感谢主的恩典。时间过得很快，对不对？如果记得，周牧师上次来的，就是1个月以前的事情了。但是我感谢主，让我们在不同的教会、不同的场域，能够一起来服侍他。我们也相信，这是神给我们最甜美的时刻，让我们不管如何，不管是工作，不管是服侍，不管是敬拜，或者是我们在家里的一切的休息，我们都知道，我们唯有一个目的，就是把荣耀、颂赞都归给神。阿门。感谢主哈。OK， 好，那这时候我们牧师要透过这段转化我的电脑哈，我们一起来从神来一起来领受神的话语。OK， 好，谢谢。好，那陈牧师邀请我们团队来，就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服事里。上次有提到的是因神奇妙的拣选而赞美是从诗篇第153篇第1节到第4节，我们来看哈。那今天第2个主题是惊叹神作为而赞美，这是第2个主题。盼望今天也透过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思考从神的话语里面，怎么样可以激励我们更明白我们是归属他，并且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生命完全献给他，被他所使用哈。OK， 请问你喜欢欣赏自然之美吗？喜不喜欢？我接下来这些相片、底片都是我自己照的哦，哈，我很喜欢。但是我告诉各位，过去用传统的照相机后来有手机以后就把它当作古董放在家里了哈，那不可能带出来，太重了哦。真的是没办法。但是不管怎么样，我总是可以把神的创作创造，也透过相机把它拍摄起来哈。你觉得这美不美？这是什么花呢？是梅花，对不对？我们号称为是我们的国花哈。对它越能是越怎么样？有花还是没花？真的是很漂亮哈。其实这是我去打高尔夫球的练习场哈，然后就在练习场旁边就看，哇，好漂亮的梅花，我就把它照相起来。那你知道吗？照相有一个好处，就是抓。这2次，第3次，还没有尝试过，但是这2次我就有不同的这个点跟那个天空的背景跟夕阳的不同的点可以拍摄出这么美的台北市所以感谢主这也是我们阳明山的一个景色，我也借着相机把它拍摄起来这是什么花呢？哇！这是什么花？哇，这是什么花？
就是花嘛，啊，这应该是樱花了，对不对？是吗？对，应该是樱花哈。当然，樱花有不同的颜色的啦哈。对，有不同的颜色的啊，这也很漂亮，对不对？啊，可以有焦距的焦点，可以看到它的美哈。这是我们家最喜欢的，因为我们的潘牧师内人哈，他最喜欢的就是郁金香哈。这是在台北就可以看到的哦。那在过年之前，在士林官邸，而且是免费的哈。从外国回来的，我们带他去，他说这个都不用钱哦。我说你带帮人家好，对不对？真的啦，就是这样哈。所以对啊，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发展，我们出去散散心是很棒的，因为透过五颜六色，其实我们都在看神的创作，神的创造。这神的创造就是要让我们享受的。你看我在士林官邸拍了这一张相片，最特别的是什么？对，我抓到了那刹那，有没有？那个不是假的哦，你以为是假的对不对？是真的哦，我还有其他相片哦，还有录影哦，告诉你这一次真的，我就是刚好抓住，哇，那一刹那，所以好漂亮哦。所以好漂亮，所以这是很棒的。但是更重要的，对我也录影了一段哈，你们看，这在海边哈，这是什么？海鸥，对，很漂亮哈。这是我们去年去美国的时候到海边去看神的作为我就把它拍照起来，哇，真的把最重要的时刻的那个点它飞得很快就飞过去就刚好就那时刻我有把它拍摄起来。当然看见神的创造会有更美的了这是理所当然的。我没有告诉他今天晚上要放这个相片这是很漂亮感谢主。这是潘牧师我为什么那么喜欢拍照，你们就知道了因为神有给我最好的这个 model 感谢主OK， 对，基督徒是最懂得享受自然之美的，对不对？你跟隔壁说，我很欣赏大自然的美，来。是的我们看到美会赞叹，对不对？会哇的一声，有没有？这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我们透过这段经文，我们就一起来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来，原来我知道耶和华为大，也知道我们的主超乎万神之上。耶和华在天上，在地下，在海中，在一切的深处，都随自己的意志而行。他使云雾从地极上腾，照电随雨而散，从虎库中带出风来。他将埃及投生的，连人带牲畜都击杀了。埃及他施行神迹奇事在你当中，在法老和他一切臣仆身上，他击杀许多的民，又击杀。这是亚摩利王西宏并迦南一切的，将他们的地赏赐他的百姓以色列为业。我们看诗篇这一段经文非常的美他在表达神的创作，来表达神是值得我们惊叹的这位神并且从历史当中让我们一起来思考。所以这段经文大概我用很简单的方式跟大家来分享，就是我们认识神，就越会懂得怎么赞美他所以你是一个懂得赞美神的人吗？非常重要的师母有跟我说不能逾越这个线我都知道的因为要这个灯光你们看得见我吗？直播的牧师跟你们问安对，我们越认识神，就越懂得赞美他，这是理所当然。如果我们不懂得一个
一个画作或画家所画出来的这样一个很美的、很有意境的画作的话，那你跟人家说不出来那个所以然，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懂得他的画风，懂得他的背景，懂得他的触笔那一些的话，你就更懂得去怎么样分享他的作品，这是我们理所当然。所以，当一位基督徒会懂得怎么样赞美神，关键就在自己对这一位神的认识有多少，那是关乎你懂得赞美他的一个深浅度的问题咯。好，所以这是我们需要的哈。所以我们知道神为大，他是超乎万神之上，这是我们常会说的。我们也头脑的认知会有这一些的认识，但是头脑的认知不等于你的经历。如果你不亲自经历这位神的话，那你说不出所以然来。好，所以我们看诗人，他就非常的告诉我们明白，从神的创造的一切里面，他去体会到这位神的伟大，为我们所预备的所有的一切，在我们看为不可能的，甚至看为是微其渺小的，但是都跟我们的生命息息相关，都对我们有益处，都是我们可以因此来看见这位神的伟大的。不但是这样哦，从大自然的认识以外，也要转进去历史的事件里面去看见神的作为。哇，这是我们从诗篇135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能够明白的。然后最后他就把荣耀颂赞归给神，因为他清楚这位历史的主宰，他是随己意而行，他按着我们对他的敬拜的服事来回应我们，并且他的爱是永不止息的，并且是永不更改的。这是我们所信的这位神啊。所以，如果我们更懂得神的美善，我们就会更知道说，原来我们可以敬拜赞美神，那是最高的一种享受。阿们。好，所以你在生活里面，你觉得你最享受的时刻是什么？以我个人来讲，我最享受的时刻是我可以随时可以有音乐进来，随时都有诗歌进来，我就朗朗上口的，不由自主的把它唱出来，那是最美的时刻。在我，潘牧师在这里，我孩子里面随时都有诗歌可以敬拜神，因为我觉得，当你开口赞美神，你会想到过去的一切，你会想到一幕一幕的这一些的印象，这些都是在诉说神的作为。你会知道说这位神是何等的爱我，到如今我依然可以服侍他，我是何等渺小的一位，但是他竟然顾念我，竟然提升我，能够在教会服侍他，在家庭也服侍他，在我任何做的事情上，我都是在服侍这位神，因为我借着这样表达了神创造我的意义在哪里，而我把那意义活出来，那棒不棒？那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了。真的跟神更贴近的时候，你就会更懂得那是生活当中最美的享受。那是比你吃牛排更棒，因为如果你吃牛排的时候又可以赞美神，那就怎么样？又加分了，对不对？哇，又加一杯红酒，再加上赞美神，哇，那就更棒了，对不对？不是吗？对，所以我们懂得赞美神的人，这是因为我们时时刻刻都能够享受他与我们同在的喜乐，可以享受我们与他同在的安稳，这是我们基督徒每一天都可以经历的哈。所以赞美上帝是我们真善美的享受。我们一起来说，来，赞美上帝是我们真善美的享受。其实我们也可以加一个，赞美上帝是我们真善美圣的享受哈。这是我们基督徒可以的哈。所以感谢主，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来。自从造天地以来，
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马书1章20节，对的。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神的永能跟神性，我们是明明可知的。因为神造我们，就把灵赐给我们，所以唯有人才能够去体会到这位神他的神性，他的作为，都在他所创造的一草一木当中。凡你看到有生命的，你就知道这生命的源头是从神而来，对不对？凡你所感受得到的，甚至是那种看不见的风，或者是爱，或者是感情的流露，这一些我们都知道，这都是从神给我们的，而让我们能够明白，即便一草一木都是在诉说他的大能。那如此的话，你就会更知道我们怎么样去享受所谓大自然哦。因为我上次也有说过，自然是什么？记得吗？不记得了，没关系，我倒回去。上个礼拜我有说，自然就是上帝的作为，叫做自然。阿们。因为所有的自然都是出于神的。我要倒回来了哈。问一下，自然是什么？上帝的作为。对，自然就是上帝的作为。所以我们说，我们除了自然的领受以外，我们还可以领受所谓超自然的，对不对？而那超自然的更是谁的作为？更是上帝的作为，那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求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明白。所以信仰，我说信仰是在经历跟宣告中成长。如果你的信仰想要成长的话，那你一定要经历这位上帝。你更经历这位上帝，你越经历，你就越可以宣告说，这位神在圣经所应许的，我都是阿们。因为我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是什么？阿们的，都是阿们的哦。这是我们可以非常确信的一件事情。所以懂得赞美神，是因为我们更经历神的作为。所以我们看保罗、西拉，他在狱中，他们可以在那里办演唱会呢，对不对？半夜了还觉得不会吵到别人，那神的作为，在他们虽然是被囚的，同样是囚犯里面，他们就是展现跟人家不一样的，整个让人的感觉是不一样，所以在那里彰显了神的作为。我们去到希腊的时候，有去到他关的地方，腓立比的那个监牢哈，对，我们有看到那个腓立比的旧址，然后看到他被关在那里。我想说，不是那个洞而已的，因为如果照圣经所详述的是在更深的里面，对不对？也许已经变化很多了，对不对？所以现在只有知道是在那个地方哈，那我们就觉得说，对，我们看到他被用那个捆锁绑起来，那个捆锁哈，那个铁链哈，我觉得说，一个这么有未来的一个年轻人，他为了基督的名，愿意摆上他自己，然后神也重动使用他，让他到如今，我们依然在透过他的经历，能够更多认识这位耶稣基督的救恩，这是很特别的哈。所以我会常说，他们在牢狱里面是在唱夜半的歌声呐，是安慰的。是带着能力的，是叫人家心可以安静起来的，而同时就经历了神的作为哈。所以虽然他们唱诗歌的时候还没有看见还不晓得神要怎么作为，对不对？就像还没看见曙光，但是他们就用赞美来做宣告。所以你赞美神，你就是一种宣告呢，对不对？因为歌词里面所有的应许，你都是透过你的话。声音宣告出来了，所以你就要相信这神的作为必在我们当中。所以你曾经经历神的作为来赞美他没有？有没有？有吗？有的举手一下来，哈利路亚！
我们感谢主哈，所以至少我们说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今天怎么样了，对不对？我这次过关了，有没有？哈利路亚啊！还好我有踩刹车，才没有车祸。这是我的经历哦，这是我的经历。就像刚才我们说的，以前传统都是这样，对不对？对啊，那个红绿灯本来就是可以右转的啊，本来就是这样啊。但是圣灵告诉我踩刹车，我说绿灯呢？但是我脚踩刹车，然后对面的就有一辆车子逆向行驶，快速的，然后逆向往我的右边过。我说差不到1秒钟，神保守他的仆人。我那天刚服侍要回去哦，对我如果说这个都绿灯了，习惯了，在秀朗路那边，秀朗国小那边啊，都已经行之多年的都是这样子，但是圣灵的提醒不要忘了，这是圣灵在保守他的孩儿，所以我们可以经历这样的圣灵不断的提醒，这是理所当然的哈。所以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宣告：来，我经历神的作为，我宣告神的同在，阿们。因为你既然经历神的作为，你就要相信神无时无刻跟我们同在的，这是理所当然的。哇，也是我拍的相片，也是很漂亮，对不对？好，我们来读约伯他的经历。来，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约伯记42章5到6节。是的，对，愿我们跟约伯有这样的经历。好，我们亲眼看见神的作为在你的周围，你呼求他，他必然呈现在我们当中哈。所以今天的这个经文，我们再来读一次。来，原来我知道耶和华为大，也知道我们的主超乎万神之上。诗篇135篇第节。再一次来，原来我知道耶和华为大，也知道我们的主超乎万神之上。诗篇135篇第5节。我们的教会有训练弟兄姐妹要导读哈，那导读就是要重复读3次，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就是要重读，就是要读重要的。原来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耶和华为大，耶和华为大。我知道我们的主超乎万神之上，万神之上，他超乎万神之上。哦，这是我们的重读哈。然后最后会有宣读，宣读就会来宣告哈，来做宣告哈。我不是有写 ，OK， 我再看看啊，看有没有写这个。哇，没关系，不是有写嘛？我是后来才写的，所以他就好像跑掉了。OK， 那这样的话，我们会怎么样宣告呢？我就会宣告说：我宣告耶和华为大，我宣告我的主是超乎万王、万神之上的。我宣告我的主为大，我宣告他是伟大的神。我宣告他的作为超乎万神之上，我宣告他的作为都让我可以经历，阿们。这就是宣告，所以我们会导读会这样两个人一起从3次读这个重读直读3次直读就按着字句读第二就是重读就是重要的。那第3个就是第3的轮，就是你用宣告的，我也用宣告的，这样所以就是目的就是把神的话化为你今日的神对你的话语，神对你说的，就是把神的话语化为我的生命的宣告，那棒不棒？那我们读的就不会是4、5千年前的故事或者是圣经咯，是现在的跟你的关系的。这是我们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会这样的，所以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晚上能够也透过这样更多的来到神面前。牧师总期待我们祷告会是可以有更多的时间祷告，好不好？我们在接下来2个小时一起祷告，可以吗？因为我讲太多了OK， 好，那我们就来为今天来一起祷告，好不好？我们请大家起立
我写在我的这边了哈。这个我宣告我的神为大，我全心全意的依靠他。我宣告我的主超乎万神之上，凡有气息的都出于他。阿门。这是我透过这段经文的宣告哈。OK， 好，那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我们要进入到祷告里面。在破口中，为这时代呼求，流泪成河，清醒如水，祈求不疲倦。我们的呼求要震动这时代，靠着神灵祷告的我来焚烧我们，你兴起。让我们明白他的作为就在我们的周围，让我们更多经历他的作为，就更懂得成为赞美的人。阿们。好不好？我们为此来祷告，让我们每一次的敬拜都敞开我们的心，敞开我们的灵，开我们的口来敬拜赞美他，好不好？我们呼喊主的名，主啊主啊，3声以后，我们为这件事情开口来祷告，预备来，主啊主啊主啊，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谢谢。经历你的作为的时候，我们要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当我们看到你草红一幕的美丽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你奇妙的作为，这是你为你的百姓所预备的。让我们更经历你的作为是何等的美妙，好让我们更明白，主啊，你的爱是何等的广阔高深，包括宇宙万物都在诉说你奇妙的作为。透过我们历史我们的经历，让我们更明白，主你是长久在的主，你爱与我们同在，因为我们是属于你的。谢谢你，听我们祷告，这荣耀颂赞都归给你。谢谢。接下来我们要为列国、为世界来祷告啊！我们今天要特别为有一个组织叫做国际宗教自由峰会，他们在最近要在美国来举行一个会议。他们在努力什么呢？就是他们对全球宗教的限制、迫害的日益剧增里面，他们呼吁各国的国家元首们能够守护自由的信仰的自由，这个是不容易的。在全世界大概有1/3的人口是没有宗教自由的，而我们可以在这里自由的敬拜神。我们感谢主，我们为这世界来祷告，为国际宗教自由的峰会，我们求神让这一件事情成为世界的祝福，好不好？开口为这件事情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为最近要开的国际宗教自由的峰会
甸来祷告。缅甸的军政府近期他们完成的议会的这样的选举他们说这是一个新的阶段开始，但是我们知道吗？缅甸的基督徒是很艰苦的，他们是被压迫的，是被轻视的，所以我们求神帮助释放宗教的自由在缅甸这个国家，让所有的基督徒能够更经历这位神，更抓住这份信仰。所有的教会跟领袖，让他们知道这是神给他们这个使命，好让缅甸成为上帝国的祝福。阿们。我们为缅甸这个国家，我们开口来祷告，万主的名，三声预备来，主啊，主啊，主啊。接下来我们要为台湾来祷告。我们的整个国防的预算现在是在一个拉扯的过程那我们求神帮助，让我们不管执政党在野党，他们都有智慧怎么样来守护台湾，这是非常重要的。若我们失去自由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今天晚上在这里开口大声的敬拜赞美神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国防的特别的条例当中，让我们的在野党执政党，他们有从神来属天的智慧来看见这一件的重要性，好不好？我们为这件事情以及为整个我们国家的整体的经济能够稳定继续来往前行我们知道这个关税还在摇摆当中，我们也为这件事情，为我们的国防，为我们的经济，我们开口来呼求主的名，我们为台湾来祷告，来，主啊，主啊，主啊，哈利路亚，主啊，为祷告，是给我们教会世代的交替跟领袖领袖层级的这样的传承来祷告我们都有听神学院的院长说，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里面，大概未来10年会有40位的牧师，400位的牧师会退休，包括我并且我会更快一点那怎么办？对，那我们就应该更看见教会的年轻人愿意摆上被神所使用，阿们。所以今天站在这里的每一个牧师点名到的都要去读神学院，好因为在世上最好的工作是什么？是什么？是当医生吗？当律师吗？不是，那都是帮助人的肉体的而已。可以帮助人得救的就是什么？当牧师。所以我请陈牧师站上来，潘牧师也站上来。我们都是最荣耀的
受属天最荣耀的职分，你知道吗？许牧师啊，许牧师，来，感谢主。其实我们都是卑微的人，对不对？但是神竟然选召我们，我们回应他以后，这就是看见了神的荣耀在这里。我们也请师母也上来好不好？对，他虽然没有牧师的职分，但是他跟牧师同心合意来带领我们，这是何等荣耀的职分。所以如果你来传道也请上来 ，OK， 来，好，那所以你跟隔壁说，如果你不当牧师，你就嫁给牧师好了。对，或者是娶牧师好了，对，真，孙OK，所以我囝拢做牧师，我勇敢安尼讲嘛，对不对？我也相信我的子子孙孙都要一样的。我3个兄弟都是牧师，对，所以我们勇敢的这样说，好不好？我们为我们台湾的教会跟牧者来祷告，就是站在我们当中的，都是我们可以为他们祷告的。我们不是完全人，但是我们奉献给神，愿神成全他的旨意在我们当中。阿们，好不好？举起你的右手来宣告我们万主比3声，要为我们的教会，为我们的传道人来祷告。预备，来，主啊，主啊，主啊，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谢谢你的教会，教会，谢谢你，我知道这个时代需要很多工人来进入我们的对主的呼召，他们会看见这美好的家，这是属天属灵的家庭，很乐意来属神与我们同在，特别我们这几位愿你来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所做的都可以和神更安静的主，好让我们的教会更看见我们美好的荣耀。谢谢你，把这荣耀赐给我们，可以分赐在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谢谢你，因为我们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我感谢主。阿门。我们要从那个桥段来唱试看看来，对。就永不放弃，清晨夜晚彻夜守望，让你从夜里你的心，大声呼求，永不放弃，清晨夜晚彻夜守望，让你心意释放这时代。大声呼求，永不放弃。
弟兄姐妹请坐。我们还有5分钟的时间，好不好？我们特别为我们自己的家跟个人来祷告。你可以我们透过这一首的背景音乐，我们可以来弹副歌，对，然后我们来进入我们个人的祷告。你的家已经是基督化的家庭吗？是以耶稣基督为我家之主人吗？如果还没有，你觉得还不足，好不好？我们可以安静自己，跟神求，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家有最好的信仰的榜样，在生活、在个性上有最美的表现，好让我们的家真的有神的爱在这其中。也可以为你跟家人的关系来祷告，求神挪去这一些隔阂，让你们可以享受在家，因为家是休息的地方，不是争吵的地方。家是可以卸下一切重担，放下面子的地方。这是我们可以确信的一件事情，好不好？我们为这件事情来祷告。哈利路圣灵，我谢谢你，你现在在做提醒的工作，让我们凡有这感动，要成为我们家的祝福的，求主你把这感动，让我们可以化为行动，让我们在今天晚上回家的时刻，就带着喜乐的笑容，是带着一个平安的，带着从神而来的荣光焕发的笑容进到我们的家，让我们的家更可以彰显主你的荣美。主，我们家有我们难当的事情，我们要交托给你，不管是我们经济上、工作上、关系上，或者是健康上的这些的难处，我们相信神你是全能的神，从宇宙万物的创造，从过去的历史，让我们数点你恩典的时候，就知道你依然与我们同在，给我们足够的信心，相信当我们宣告你掌权这一切，我们就已经全然交托给你了。谢谢你，圣灵，你在做奇妙的工作，让我们今天的祷告成为一个印记，因为我们继续的时间要见证神你在今天晚上的应许，并且要成就在我们的时间这一条轨道当中。感谢你，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让我们更愿意宣告说，主啊，谢谢你，因为我所求的你必然成就，因为我是要把荣耀颂赞恩典都明白是要归给你，并且你要赐福给我们的。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告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阿门，阿门。感谢主。OK， 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站立，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赞美我们的神，称颂我最喜乐的上帝，因为神是赐给我们喜乐、平安跟盼望的神。你将我的爱哭变为
上帝，哈利路亚！你是我最喜乐的上帝。我们拍手，把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很大声的拍手，把荣耀归给耶稣，感谢赞美神。好，我们要再一起用主祷文来成我们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拍手，把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弟兄姐妹，请坐。好，我们要来谢谢周信荣牧师，还有潘纯勉牧师啊，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分享，还有教导，我们拍手来谢谢他们，也谢谢他们的辛劳。好，从永和来到我们当中，所以我们在下一次是在3月份，好，3月份的第4个礼拜3好的晚上，好，那也欢迎弟兄姐妹能够来现场参加。好，虽然你在线上很方便，但是现场好更有 feel， 好更有上帝的同在，阿们。好，第二个报告是我们这个主日呢是3月1号的妇女主日，好，所以我们是一场礼拜，好是9点半在这个地方来举行，好，所以也请弟兄姐妹能够互相来提醒。好，那最后就是我们要离开以前，好，我们能够彼此来请安，彼此来祝福。好，那要需要跟周牧师、潘牧师，好，要跟他们分享，要跟他们介绍的，好，也可以把握这个机会，好，下个月还要再等30天这样子。好，我们彼此请安，愿神祝福大家，好平安。好，我们在我们的教会都要男生找男生抱抱，彼此的祝福；女生找女生彼此抱抱祝福，好不好？我们把这个带给我们，好不好？